皇宫菜啊，皇宫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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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面那个可能是姓蔡，姓蔡，这个可能是姓蔡。这个番茄啊，这个番茄，这火龙果啊，火龙果你看长刺了，长刺了，这火龙果长刺了。这菠萝蜜啊，这菠萝蜜可能长好好的被老鼠咬断，可能土也不够少，不够多啊，停中断了，中断了成长。新年呢，土水太多了，水太多烂。这个上面的芽点又烂掉了，上面的芽点要枯萎了，枯萎要长新的，长新的芽点，从新的芽点那边长芽出来了。这皇宫菜长大了，皇宫菜长大了，还可以长得更粗了，营养够的话，可以长得够粗，然后会长开花呢，结果开花结果，果实变黑了，果实变黑，摘下来，摘下来种哈，就可以长这个样子。先长这样，然后长这样，多第三页、第四页，成长情形是这样。这叫皇宫菜、皇宫菜。